業力要重新被理解呢？因為當我哋真正去了解、重新去定義佢呢，你先至可以放低一啲過咗時、僵化咗嘅限制嘅觀念。有一啲觀念咧係建基於恐懼之上，雖然好多人都係俾人嚇大嘅，例如如果你唔遵守某一啲教條咧，你就會被懲罰啦。不過我都要講，任何依靠恐懼去控制你嘅系統，都唔係引導你覺醒。咁樣業力到底係咩嚟呢？業力咧，你可以睇成係一個宇宙級嘅反映嘅機制。你嘅每一個行為、每一個念頭、你嘅信念啦、你嘅內在狀態，都會以某種形式喺你個外在世界或透過人際嘅關係咧反映翻嚟。假如一個人冇辦法去覺察咧，而冇辦法轉化自己嘅業力，就會可能重複相似嘅課題，原地打轉啦。所以業力本質上咧係一個幫助你覺察嘅工具。業力咧係會幫助我哋將平常壓抑啦、否認啦或逃避嘅部分啦，再一次帶返嚟我哋嘅面前，等我哋有機會去睇得到我哋未整合到嘅面向。我哋唔需要完美，亦都唔需要刻意去逃避業力。所以今日我邀請你哋重新去定義返業力，將呢兩個字放返去一個比較單純嘅位置，一個可以幫助我哋去覺醒、提升自我覺察嘅工具。